他跟哥哥说：“哥哥，那我就不回去了。好，如果你不回来的话，你就不要挂心，好好走，慢慢走。”今天，龙哥，你最爱的朋友跟家人与你告别，还有很多爱你的粉丝都透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你的感情。我们真的很爱你，很想你。我们心目中最帅气、最真诚、永远的影帝龙少华。爸，妹妹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璇，我是龙少华的女儿，也是他的幸运母。有点讽刺，以前我不是很喜欢跟爸爸的身份绑在一起，但现在我不介意了。但同时也很遗憾，让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我、关注我。离别真的是一件好难、好难的事，我也永远学不会。这父后7日，或许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子。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是漫长又不真实的梦境。我所以为的日常，原来是无常。有好几天，我望着爸爸的照片，抽离感很重，什么感觉都感受不到，只剩下疲累与我共存。即便我真的很想他。爸爸在下高雄的前一天，跟哥哥说：“哥哥要好好照顾妈妈哦。”他想说奇怪，你不是10天后就回来了吗？然后在过世前一天，爸爸身体也不太舒服，哥哥打电话要他去看医生。他明明那几天就要回台北的，这次他跟哥哥说：“哥哥，那我就不回去了。好，如果你不回来的话，你就不要挂心，好好走，慢慢走。我们都会照顾妈妈，我也有好好的被爱着哦。”